即將舉行嘅係女子 C、D 組800米決賽。On your mark。重複，請在場人士注意，如非工作人員或參賽者，請盡快離開比賽場地，以免發生意外。多謝合作。女子先進 A 組、女子成年 B 組、女子青少年 C 組、女子青少年 D 組、女子青少年 E 組、女子兒童 F 組100米決賽截止召集。女子先進 A 組、女子成年 B 組、女子青少年 C 組、女子青少年 D 組、女子青少年 E 組、女子兒童 F 組100米決賽截止召集。